咱们想，安尼爱笑3点钟呢，爱笑3点钟呢，笑到尾拢要食饭的时阵，拢老掉啊，爱拍就活动，真的从9点一直拍照到12点。进来这个时间，不然开放让大家跟院长合照，不然大家都一直拍照，一直拍院长。到目前，你看来陈家武，这个第一个喊说要跟你合照的院长。有这种设备，那刚才就。 我帮你，你要不要拿框合照？来，也许下次要选的时候就省下来了。太土吗？院长在这边就好了。世事多变化，谁知道？来，陈家伟，你第一个快点，小福利，快点小福利。哎，我们的双板在哪？双板。我们要还给人家。好，没有，我只是想拍给我妈看而已。他想要讲。 拍定妆照有没有一些招式？我刚刚看到跟网上互动来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参选人都非常积极热情。今天拍照的整个经过感觉非常愉快，我们一定要继续大家努力，冲！那我们问一下就是我们昨天为了这个预算问题那昨天朱立伦提到说这个1700就更不上的数字，为的是数字，那就是双方这边打转。那侯友宜还说希望您新北这个部分呢，新北争取多向中央争取多预算，不过呢都没有做，那希望你跟中央来沟通一下。朱立伦说你年纪大了记不清了。我想朱立伦的预算比我和周习伟当年多2倍多，这个周习伟都讲过了，那数字事实都是胜于乱讲。我想大家可以比较看看。院长，因为现在在打选战嘛，那其实青年票我们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是说，不晓得在苏院长这边有没有针对，比如说居住正义或者是一些低薪的问题，有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来拉这些年轻人来支持你这样？我要争取当新北市长，就是要照顾好新北市的每一位市民，包括年轻，包括各种年纪和世代。而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是最会为年轻人布置好舞台，让他们演出精彩。未来我更会在这一方面加强，而政策会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提出来，请大家拭目以待。是不是大概6月的时候就会开始陆续的推一些牛肉出来？不止，现在都已经推出很多的牛肉，未来更是会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推出来。院长现在在针对选对会针对这个北市的部分提名人选来做协调，你怎么看说现在台北市的人选会不会对你就是连带影响到市北市的选情？台北市非常重要，选对会也非常慎重，而最后一定会做最智慧的决定。我对选对会的最后决定党提名任何一位人选，我都觉得他们一定都是智慧慎重的考虑，我都全力支持。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来，好，谢谢。我们要上工了。来，谢谢大家。好，安妮你好，加油！来，安妮好，来，好。